早晨啊，各位蘇著，歡迎嚟到全新旅遊節目《紅龍龍先賢隊》，帶大家直擊最新旅遊資訊。今次將會帶大家前往我第二個屋企台灣。話說登機時，同行有個聰明豆睇錯登機閘口，以為登機牌上面嘅座位區域係登機口，原本9號登機口睇錯4號登機口。最好笑係我哋仲淡定有錢剩，睇住其他人排隊登機，點知諗住排隊登機嗰刻，見到人哋飛新加坡，先知道去錯登機口，仲要聽到我哋班機最後召集，差啲俾人開廣播叫名登機，有驚無險上到飛機準備起飛。今次飛機餐一樣係唔食噶啦，不過都算幾有澳門特色，係食葡國雞飯，但味道就真係淡茂茂。食咗一啖，果斷俾咗劣食專家繼續食。落機就馬上衝往碼頭，前往今個系列嘅重心地帶小琉球。老規矩，帶大家 warm tour 一下間民宿。好戲在後頭，敬請密切期待。聽日見啦，拜拜。早晨啊，各位蘇著，歡迎翻到嚟紅龍龍先賢隊小琉球之旅正式啟動。等我攞翻部戰車準備環島。話說因為同行兄弟冇電單車牌，所以本嚟就打算租電動車，點知攞車嗰刻就真係 O 晒嘴。原來民宿配咗部電動自行車俾我哋，仲以為係可以吹油門嗰種電動車。今鋪真係大領落，實行踩到腳跛，不過踩下速度都可以接受，加上有電力支持，最快都可以去到30時速，但上斜就真係考驗我腳骨力。踩下仲見到我哋先遣隊嘅第2梯隊，晚餐就食民宿包埋嘅燒烤，食到嘔，唔包基本上係唔會食噶啦。接落嚟半夜3更，3個小垃圾就揸住部戰車繼續環島，踩到攰地就試玩呢部人生野飲機，揀咗懷孕，出咗支綠茶俾我哋。有冇人知到底係咩意思？最後俾大家欣賞下我哋隊新招攬嘅開路貓。聽日見啦，拜拜。喵。早晨啊，各位蘇著，歡迎翻到嚟紅龍龍先賢隊。今日終於迎來今次旅行嘅重點行程——潛水啦！第一次潛水就需要上堂先噶啦，學下點樣排水、呼吸、手勢嗰啲啦。學完就準備出發。啱啱開始嗰陣真係勁唔適應水下呼吸，完全捉唔到個呼吸方式，一度勁想上水放棄。但一諗起俾咗幾千蚊台幣嚟潛水，就唯有頂硬上。最後都係多得教練嘅指導，慢慢可以潛落水底，觀賞我哋嘅 Sea Turtle。啲海龜係完全唔驚人㗎，同你會行得勁埋，但因為保護嘅關係，人類係唔可以主動摸佢哋㗎。話說因為潛水唔可以隨便俾讚嘅動作，基本上全程都俾晒大陸手勢，溜，終於捱到上水啦。如果問我仲有冇下次嘅話，我會話冇必要，真係不了。原因都係因為太緊張啦，冇辦法完全放鬆感受潛水嘅自由自在。潛完水就醫肚，飲翻杯我最愛嘅沸水，最後俾大家欣賞下台灣水行俠嘅英姿。聽日見啦，拜拜。早晨啊，各位蘇著，歡迎翻到嚟紅龍龍先賢隊。踩咗一日單車攰地，實在係頂唔順部爛鬼單車啦，決定將戰車升級，實行吹大油門，做翻次山道猴子，以最快速度遊山玩水，行晒小琉球各個景點。黃昏時間就欣賞美麗嘅日落，呢個景色真係冇得頂啊！晚餐就食用鬼頭刀整嘅漢堡，評語就係好食啦。食飽就行咗30分鐘路去酒吧飲
飲酒超一超。話說根據同島上唯一的士團弟傾偈得知，警察只會喺大時大節由本島過嚟執法。呢兩日喺小琉球基本上好少見到人戴頭盔開車，小琉球亦都可以講話係酒駕王國。出咗事，大家基本上都會選擇私了。畢竟喺小琉球咁夜，仲喺外面，幾乎100%都係飲咗酒㗎啦。所以都希望大家做好自己，拒絕酒駕啦。聽日見，拜拜。早晨啊，各位 soldier， 歡迎翻到嚟恐龍龍先生隊。今日一大早起身就食翻個台式早餐先啦，品嚐一下南部特產小肉刀。今日行程基本上係食同食噶啦，食飽咗就搭船翻高雄。話說翻到碼頭，因為附近冇捷運，巴士又唔太方便，就打算搭的士。跟住啲的士佬就開出拼車模式拉客，我哋見到價格都還可以接受，就決定搭的士。點知的士佬為咗湊夠5個人開車，足足等咗我哋30分鐘先出到發，仲要有條友已經等唔切走咗，結果4人出發。最搞笑係原來同車嘅朋友係外國人，中間的士佬仲問外國人係咪去666人力中介公司，外國人拎起翻譯心諗乜嘢 human resource 啊，即刻問我哋識唔識英文幫手。經過一輪激烈溝通下，終於知道佢嘅目的地係去夜市，先可以化解今次嘅人口販賣危機。澳鬼外交又邁進一大步，但最後因為我哋先行抵達酒店，所以都唔知嗰名外國人有冇順利抵達佢嘅瑞豐夜市，只能夠祝佢好運。所以有時候喺語言不通嘅地方搭的士都係一件幾危險嘅事。出外旅行想玩得開心又放心，搭的士梗係揀 Uber 噶啦。聽日見，拜拜。早晨啊，各位 soldier， 歡迎翻到嚟恐龍龍先生隊。今日繼續我哋嘅高雄拉 market 之旅。唔知大家去台灣最想食嘅嘢會係咩呢？我自己一定係揀打邊爐噶啦。澳門實在係冇一間可以打得贏台灣嘅火鍋，又平又大份，又食到飽，仲有嘢飲同雪糕，點輸啊？食飽咗就沉淪喺夾公仔嘅世界入邊，基本上都係用少少嘅技術搭配大量嘅金錢。去邊啊？嚟啊，得啦，開始啊！攞嚟先。唉，睇下咩嚟嘅先，開。睇下係咪真係呢個嘢嚟嘅先啦。應該係啊，邊嚟㗎？哦，屌，乜新出啊？哦，收穫淘寶山寨貨。哇！咁到撲街。行下仲見到啲咁冇人性嘅玩法，竟然係夾龍蝦小兵。講真，啲龍蝦識喐㗎噃，點夾佢哋上嚟啊師兄？仲要焗咗喺部機入邊，都唔放新鮮啦，真係 CLS。最後俾大家睇下賭徒嘅玩物喪志心態。聽日見啦，拜拜。喂，你唔係，我覺得係呢度嘅。最後希望，你真係最後希望啊！早晨啊，各位 soldier， 歡迎翻到嚟恐龍龍先生隊。終於有一日可以瞓到自然醒啦。去旅行梗係要超住過噶啦。朝早就去咗被譽為台灣最靚捷運站美麗島站，睇完 OK 好啊。跟住就出發皇后大道西 shopping 一波，中午就食翻個藏壽司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藏壽司嘅扭蛋傳說呢？因為每個碟上面都有佢嘅數字，將碟上面嘅數字按順序排好，跟住一個一個掉落回收區度，咁樣中獎機率就會大啲。最後我哋總共抽咗8次，中咗2次，有一次就係用呢個方法嚟中獎。總結個人覺得都係鳩噏當秘笈啦，唯一得出嘅結論就係中獎機率25%。食飽就出發去機場返澳門，想問下大家喺台灣返澳門應該行左邊定右邊啊？最後感謝大家收睇1連7集嘅恐龍龍先生隊，今次旅程收穫咗好多嘅第一次，見識到大海嘅廣闊，見識到人類嘅貪婪，見識到朋友嘅氣派。我哋下個系列再見啦，拜拜。